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6月24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发起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以帮助太平洋岛国应对各种挑战，并增强他们与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增烈的该地区的联系。美国当局称，蓝色太平洋伙伴将包括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在整个地区的外交存在，并帮助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非法捕鱼。此举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之间达成的新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后，对北京在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感到非常震惊。数月后发起的倡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运动执行董事罗谢阿巴斯向德国主流媒体讲述了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维吾尔运动执行主席阿巴斯在德国主要报纸之一《世界报》发表的题为“德国仍有机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采访中，回答了《柏林报》和《泰晤士报》主编丹尼尔·弗里的提问。谈到中国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人的破坏，罗谢阿巴斯说：“我姐姐古丽谢阿巴斯是一名医生，她在2018年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被指犯有恐怖主义罪。中国当局想要用种族灭绝来消灭维吾尔人，所有与中国站在一边的是种族灭绝的帮凶。本世纪人类最严重和最大的灾难是中国在东突厥散纳粹式集中营的破坏和维吾尔种族灭绝。”据英国媒体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议员安德勒·古卢诺夫的一次公开表态。报道说，这位俄议员警告，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伦敦将是俄罗斯导弹袭击的首个北约战略目标。周四，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多数废除了纽约州的营地携带枪支许可法律，首次承认宪法修正案协予公众携带枪支进行自卫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于当地时间周五作出裁决，推翻近半个世纪前有关女性堕胎合法权的罗诉韦德案，裁定女性堕胎并非宪法给予的权利。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国际突厥学院，其成员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位于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的国际突厥学院大楼前举行了升旗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饥饿危机。古特雷斯向在德国举行的名为“应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多重挑战”的部长级会议发送视频信息。他讲到，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饥饿危机。乌克兰战争、多年来出现的气候恶化和新冠流行病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首都欧斯陆，一名枪手进入夜总会肆意开火，武装袭击造成了2人死亡，21人受伤。情报部门也提高了挪威受威胁的程度，并称这种情况非同寻常。